在台湾早期农村社会时代，大家厝内是统用灶来煮食，即马已经真罕见啦。在台南后壁一个社区有一个100多年的大灶，今仔日社区大家做伙款食材，用灶煮传统的肉羹等等的年菜，或者是大做伙食团圆饭，讲好话，互相祝福。 一透早台南后壁区的顶塘社区是大因分工咧款料，无因次次咧准备团圆饭的料理，因坚持要用顺手工来烂吧，讲安尼食起来较 Q。啊，那另外一边的人负责咧香茶起火，感情这个大灶已经有上100年的历史，原本灶已经放弃，无法度使用啊。社区因摒细甲传统保存落来，请人来修复。完工了后，社区发展协会今年头一摆招时大，斗阵做传统料理，提早庆祝过年，食团圆饭。 社区吼，大家做伙来做，就今仔日炊羹啦，吼，煮挂菜鸡啦，用煮饭煮，大家吼安尼，大家讲咱是家人，大家算讲，迄落咱大家做团圆，做伙食安尼啦。阮就是利用这个灶吼，互社区的感情都甲维系起来，会用闻到古早味，嘛用食到古早味的物件。 有10桶的时代来到老街，因拢总传31桶的料理，规道澎湃料理，互人看甲嘴软插插的。每一个料理各有特殊的意义，就讲当年菜着添福添寿的意涵。协会总干事讲，因要食正前，大家一定爱讲好话，互相祝福，气氛不加烧热。另外嘛有时代拍鼓兼唱歌，祈求新的一冬平安顺遂。 大家阿嬷吼来遮吼，就是吼要来食团圆饭啦吼，挂菜鸡吼是要吼阿嬷大家食咧身体健康，食甲老食120安尼。阮今仔日就是来遮团圆，讲过大家听。 这个100吨的大灶用土角来贴，即卖正做是社会特色。社会时代因即摆做伙食团圆，嘛互大灶有新的生命力。记者陈台南采访报道。